今年入圍金曲獎的台語創作內面，吳培雅的台語專輯《離婚初體驗》，就用家己離婚的經驗來創作，入圍最佳台語女歌手獎。伊用這飄泊含詼諧的態度，唱出離婚了後的心聲，希望鼓勵有同款經驗的人跳脫悲傷甲痛苦。用飄泊的態度，甲着我詼諧口舌語氣，唱出離婚後的心聲。看你過甲安尼，我就放心啊，就收在片入吳培雅的專輯《離婚初體驗》內底。伊甲家己離婚的經驗唱作歌，對分手翻頭回憶當初牽手的過程是真罕見的題材。吳培雅認為，結束一段無健康的關係，也會當用跳脫悲傷甲痛苦的心情甲角度來思考，嘛希望會當了解有相像經驗的人。離婚這個詞其實對大家來講是一個較沉重的物件，對。也毋過，其實伊定定咧發生，要如何好好啊，甲家己照顧好，這個角度去寫這個故事嘛好。離婚初體驗是吳培雅的第二張台語專輯。伊講會開始創作台語歌，是因為父母希望伊會當做一寡因聽有的歌，所以伊甲真濟經典的台語歌名編輯歌詞。吳培雅講，這個歌唔但是青春歲月的回憶，嘛是一道來音樂創作的土壤。唱一條憂悶的歌，是心事啥人知，也是酒後的心聲。吳培雅嘛，甲創作台語歌看作是語言甲台灣文化的傳承，為着要增進家己對台語的了解，嘛去社區大學上台語認證班。伊認為台語的開口甲文化底蘊，攏是身為台灣人真重要的資產。創作，互別人看到的時陣，就是瞬間得讓知影講，你是台灣人，所以你寫台語。嘿，我感覺這個連結其實是真重要的代誌，而且台灣的語言嘛，唔是只有台語嘛，像我一張專輯，我有客語啊，吼，我有原住民語，我閣有日語。吳培雅表示，這個台語專輯，唔但是講感情、講世道的事，會當安怎轉念，閣較重要的是，伊希望透過台語甲無共語言的結合，會當互閣較濟罕得聽台語歌的少年朋友知影台語是足深色的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、林學凱台北報道。